曾牧师，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伫即个美丽时刻，咱做伙聚集伫遮，神的疼甲灵充满着即个殿所。咱爱用感谢甲懊恼进入伊的殿，互懊恼世界来响起，互音乐伫空中飘舞。即马咱就用让赞美飞扬这首充满着活力的诗歌来学乐咱的上帝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只是你的心是毋是拍开来接受耶和华？将一切有关喜乐、困难、孤单、悲痛，完完全全交伫咱上帝手中。因为耶和华已经掌权，咱只是着用这条耶和华已经掌权，过来一解保护咱的上帝。心可
各位敬听兄姐，你的心已经属于并交托予耶稣，那安尼耶稣也一定甲你同在，互你安慰，并且引带你人生的道路，一直到进入上帝的国度。那安尼，咱用心的归属这条诗歌来学乐感谢咱的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，我的主，你是我心的归宿，无论路途怎迷路，我能安全靠主。主耶稣。你是我心的归宿，无论路途怎迷路，我能安全靠主。将我一切痛苦，我会用中国度，只有主，只有耶稣。阮四界行走的路中，时常滑倒，丧失意志，经历各项的困苦甲试炼。主，你是阮的倚靠，离开旷野，行出痛苦。主，你是阮的安慰、幸福甲支持。
主，多谢你引带阮行天路，带阮进入神